感恩啊！我65歲啦，記得咧就喺15歲嘅時候，同埋25歲嘅時候，就算咧係35歲、45、55歲嘅時候，依家65歲嚟到咧，我哋係錦田打醮，10年一屆㗎。我爸爸咧係宋朝皇姑後人第27傳，我做女嘅，雖然結咗婚啦，每10年咧我哋都會翻嚟同我一齊啦，家人啦、親友啦嚟到喺呢個錦田北圍村、水頭村呢邊一齊嘅共聚。哇，好感恩啊！咁雖然同身邊呢個猛男咧都係差唔多咁嘅年紀，但係佢其實咧係25傳，即係我叫佢太叔公㗎。乖啊，侄女！哇，你侄女嚟㗎！咁咧傳媒咧就話咧呢一座嘅竹棚啦，就係樓高5層，其實咧唔係咁準確。我嘅太叔公話幾多啊？叔公，太叔公。起碼10層。所以呢個竹棚啦係列入健力士大全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係太康圍，咁佢咧就係叫太康府喺呢邊。咁今晚咧就會喺呢度咧就食盤菜啦。其實由13號就至到18號咧就喺度大排筵席㗎啦。